爸爸身体就是现在也家人们就是持续要保持一个信心，在他的整个状况里面啊。你需要每天都把他汇报说店里现在进度这样。我们会，我每天还是会去医院嘛，陪他，然后就会跟他聊聊店里的整个进度嘛。我们也有带他来这里啊，带他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他很开心。爸爸有说什么吗？看到店里，他很开心，非常开心。我们最近也很紧凑的在跟我们的新的主厨去做一些试菜的工作嘛。那我们试菜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把原本我爸爸的那个味道能够保留住嘛。对，我们现在是觉得做的还不错。